乡亲啊，过来这是危险的画面。有几名少年人伫高雄轻铁路的软体园区这站，集体下坐伫月台边，在开讲休困，搁甲脚跪伫铁轨路顶。啊，对面的列车拢已经驶我来了，拢已经甲淡水犁甲经过啊，还阁有人继续坐咧。这种危险的行为已经来违法。高雄捷运公司讲，只要下过这个黄色的警戒线，看到唔听者，上悬会当罚款7500块。轻铁车头顶悬4个少年人坐伫咧月台边休困开讲，脚直接跨咧踏伫咧草埔顶悬的铁轨路，对面列车进站出声甲警示，其中有人赶紧徛起来，还阁有人继续坐咧，敢若认为车甲家己搁真远，袂要紧。不过这个行为已经是违法了。这个很危险的，我就跟他那个什么说，这样子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。那车子过来就很容易去撞到，对啊，对啊，也会影响行车安全。当然。地点就伫咧高雄轻铁软体园区站，民众看到这幕，拢讲实在伤危险。不管当时是毋是有列车经过，不过下过黄色的警戒线，嘛是已经违规啊。旅客在月台如果超越黄线，甚至进入轨道区，如劝阻不听，更可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，处行为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。危险的行为，阁唔那一件。凯旋沙路3道2路口，机车骑士含轻铁，敢若是靠了伤晚。相碰以后，机车骑士摔倒，列车嘛停落来。这一路人唔那受伤，阁啊因为家己违规来登园，阁无甲轻铁小娘来接罚单。闻或见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之声号或灯光，不依规定避让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也是爱提醒民众，不管是骑车、驶车，也是坐大众运输，除了注意安全，嘛要要以违规的范围，避免无势力来违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